夏天座位太热了，夏天座位太热了，来放这个背心呢。哦，放这个背心还不会太烫，不然若是烫那个私密部，要烫到那个私密处哦，会伤到那个什么生育能力了，还有会痒呢。要注意哦，还有热毒会跑到那个肛门啊，私密处会有热度。所以要加个衣服，或者用那个汽车防晒垫的。夏天在外面工作，晒背部太热了，看了打铁错了啦，打铁皮屋了啦，修屋顶了啦。那么热还在屋顶上晒太阳好几个小时，要穿那个汽车防晒垫呢，做成那个背心的样子，前面不必扣子了，主要是遮那个背部啊。背部督脉，前面任脉、阴脉，后面督脉、阳脉。阳脉本身就是向火，所以夏天又太热了，用那个汽车防晒垫做那个背心的样子，简单的背心，披在那个背部啊，有防晒作用。